歐盟表決通過對一系美產品加徵25%關稅。1. 歐盟對美汽車關稅提高至25%。美國於2025年4月3日宣布對所有進口汽車及零部件徵收25%關稅，理由是保護國內產業和國家安全。對此，歐盟採取了直接反制措施，將美國汽車的進口關稅從原有的2.5%提升至25%。這一調整對德國等依賴對美汽車出口的歐盟國家影響顯著，例如每輛寶馬 X5 的關稅成本將增加約1.5萬歐元。2. 歐盟對其他美國商品的報復性關稅。除了汽車關稅外，歐盟還針對美國鋼鐵和鋁產品實施了報復性關稅，稅率範圍為4.4%至50%。並於2025年4月1日生效。這些措施是對美國全球鋼鐵鋁關稅25%的直接回應。此外，歐盟計劃於2025年4月13日進一步擴大報復性關稅範圍，覆蓋更廣泛的美國工業產品，稅率可能根據貿易失衡程度調整，最高可達50%。3. 背景與影響。歐盟的反制措施是美歐貿易緊張升級的一部分。美國此前以對等關稅為由，對歐盟等多國加徵高額關稅，包括對歐盟整體徵收20%的基準關稅，以及對違規嚴重國的附加關稅。歐盟委員會強調，此舉旨在保護歐洲企業免受不公平競爭，並促使美國重返談判桌。然而，雙方貿易衝突已導致全球供應鏈震盪，歐洲汽車製造商面臨生產成本上升和市場份額縮減的雙重壓力。4. 國際反應與經濟影響。美國的關稅政策引發了多國聯合反制，例如，加拿大對價值1550億加元的美國商品加徵25%關稅，中國則對美農產品和能源產品實施精準打擊。市場對貿易戰的擔憂加劇，全球股市普遍下跌，標普500指數一度創下自2020年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。歐盟內部亦面臨通脹壓力。進口商品價格上漲進一步推高企業成本。總結，歐盟對美加徵25%關稅主要集中在汽車領域，同時針對鋼鐵等產品實施差異化稅率。這些措施既是貿易博弈的直接回應，也反映了歐盟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的立場。未來若美國繼續擴大關稅範圍，歐盟可能進一步升級反制措施，加劇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。